數 Lemonade 84票 On a Sunny Day 569票，4月物語514票，給千億火星選中的異人118票，說謊者659票。哇！好啦，請 Rita 幫我哋講出 On a Sunny Day 姜濤。繼續都係姜濤。不過因為姜濤咧今日咧就有工作在身咧，未能出席咧去答謝大家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有請呢一首歌曲嘅曲詞編出嚟同我哋一齊分享呢個説明，亦都有我哋嘅呢一位嘅領獎嘉賓，就係 Makerville 藝人管理、表演及演唱會業務副總裁 Karen Lee 小姐。